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今仔日儿童节是囡仔专属的节日。今仔日木沙动物园甲猫空的缆车，小朋友拢有优待。一透早，两个所在就公共滚了。大人带囡仔坐游园的专车是动物园，4月7日儿童节，木沙动物园人有够济。为人送囡仔车，家族朋友总动员做伙出来佚佗，有够闹热。铁路，还有吗？企鹅、狮子，还有呢？老虎。囡仔讲，儿童节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动物园，大人替囡仔圆梦，连装扮都拢真用心。你看这对相生啊！运动风，为了来看长颈鹿，然后你看头发还有 set 到。重点来啊！动物园上穿的动物之一，喵熊、圆圆甲圆仔拢出来见人客。圆圆今日食竹啊，圆仔伫咧树仔顶准备要困。大猫熊伫头前，大人囡仔拢真欢喜。除了动物园，儿童节的行程还佫有做猫来。这嘛是囡仔指定行程，透早同款人有够济，囡仔欢喜佫期待，坐猫空缆车上山。清明连假头一天，4月7日儿童节，去动物园耍坐猫空缆车，这款的安排，大人囡仔拢介意。